离心力爱加你这个速度，你速度爱搭配，我爱提供这个重力。差不多1秒钟爱7.8公里。这讲这个速度你可无感觉哦？我想要讲的咧就是，譬如讲你甲恁女朋友伫垦丁哦，伫遐咧佚佗，即摆恁女朋友甲你生咧讲小明，我想要去家人食宵夜，庙口要食宵夜。良好，我塞车载你咧，哇！伊绝对甲你放杀咧。无我坐高铁好无？高铁差不多爱50分钟，差不多爱偌济300，差不多爱1点钟嘛吼，1点外钟。你若坐上山咧，差不多40分钟。你若坐啥火箭入轨吼，要入去迄个地球轨道的这种火箭，差不多45秒就到。所以才个速度。你若可能你个国中你嘛读过物理嘛2/2mv²，你要算，你要送1公斤入去轨道无落来吼，伊的能量爱2500万焦耳，迄能量足大啊！所以你提供的这个 energy 足大，所以真正无简单。一般你若要送1公斤去轨道吼，是迄个毋是人啦吼，你要送一个物件去，差不多即摆介绍，你若像 Space 遮大的公司，伊较大，所以成本较低，1公斤差不多爱50-60万。你若讲细粒火箭要送1公斤爱100万到150万，所以若甲这个老师算起吼，我咧想歹势，差不多爱1-2亿啊。伊若是人，佫爱乘以10倍，因为人吼袂爱叫我转来，袂使我转来。所以伊这技术你看，伊飞遮紧，通常咱是像 SpaceX 用2节，为什么咱用2节？是即摆一寡材料的技术较好，无较早拢3节。3节伊慢慢送，这速度遮紧。你一寡大气层内底，伊温度佫足悬，速度足紧。所以伊爱佫轻，佫一个，互你知影一个伊做条件，就是讲，你若是100吨的火箭，你要甲物件炸入去轨道吼，就讲你若可能做炸一定的量吼，讲叫 payload ratio。一般即摆上好是差不多3%，像 SpaceX 即摆差不多接近3%，较早 Apollo 能到4%。即摆你像印度佮ISRO，伊其实咱拍无到1%，所以你要拍0.几%、1%就足厉害。伊这过程吼，伊差不多你到尾烧了，3节拢烧了，剩落来物件袂当超过15%，甚至10%，甚至伊上尾仔站吼，伊差不多，假设你上尾仔站有20吨，你烧了剩无5%，差不多剩1吨。所以伊这个物件，你爱飞遮紧，你引擎点来，你去 Google， 你去 YouTube， 你甲找者吼，你看 SpaceX 引擎点落时，伊内底6个7个太空人，伊绑起来哦。你看伊内底有 camera 翕起来，伊个震动 vibration 的这个amplitude 吼，差不多是60-70公分。你就知影引擎点咧震动足够，所以伊是伫所有你的领域，电子啦，你想到材料是做严苛的这个考验哦。所以这个物件是真正无简单的物件。佫有要入轨的这个物件，你若3节差不多爱1500，唔15000个零件到2万个零件。差不多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挑战啦。讲到这个物件，其实上重要就是引擎啦，叫propulsion 就是这个阮叫推进。这个物件其实你大家拢咧用到这个 propulsion 唔系爆炸。其实 propulsion 是一个控制爆炸的艺术。譬如讲你赛车、骑奥多摆，伊内底就是咱讲的internal combustion， 就是内燃机这种物件吼。伊内底其实但是咱有机械透过这爆炸控制爆炸的物件。透过这个 mechanical 机构，甲控制到咱要爱变这个圆的运动安尼吼。这引擎同款，这个火箭引擎上重要引擎，比如讲中科院大部分的火箭拢其实是固态，拢是沙粒。这 TNT 就是咱一般讲的黄色的炸药，这是美国 NASA 甲用的这个 grade。伊就是讲这个沙粒 propellant 其实固态燃料其实等于是黄色的炸药。你搬你咧制作是无说伊个爆炸，但你倒咧做，这公开比喻话，紧是高雄大树，高雄大树乡，前阵你有听到报纸嘣爆炸，4个6个，其实较早4个愈济啊，都毋敢讲。我捌去参观遐，我过6届，迄阵甲伊嘛合作。伊效率其实上歹，但是推力佫袂当控制。你细汉咧放冲天炮，你一个放了，你就伊个推力、伊个 thrust 你无法通控制，就是烧到尾你袂当讲画停，个停点无可能。但是伊这好处是啥？伊足 compact， 伊个 readiness 好，就是讲我若咧烧前，我飞弹做好，我拖者我免去管药，我就休息啊。所以有个好处，但是足危险。
咧做危险，咧运送危险，咧 store 咧储存嘛，做危险。哦，啊，若爆炸，都危险。等下你看一看影片。来个这个liquid 就是即摆上界咧像 SpaceX， 你看会到，因要甲物件入去轨道的吼，太空轨道拢是一定要有这。这是安那？伊的 fuel 甲阿斯代拢全部是液体 liquid。啊，所以就那像你的赛车共款，你加油其实咧控制一个 pump， 啊是阀门的，这阀愈无会大细，你开愈大，伊入去愈济，所以你的推力哦，你的 thrust 愈悬，所以伊会当这控制推力，甚至伊会当甲关掉，啊，佮灯拍开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因为你到尾要入去轨道，你的轨道，譬如讲你是600公里，30度的这个 inclined angle， 就是倾斜角，啊，你这物件你要控制，啊，而且入去速度。佫是我讲的大概迄个速度，袂当伤紧，也袂当伤慢，所以你引擎会当做即个推力的控制，甚至会当关掉，啊，甚至有一寡做较特殊的，你射地球射一大链，1点钟后佫点起来，啊，利用即个规个即个 gravity 的力量，甲你省一寡燃料，啊，即个物件哦一再拢需要即种引擎，啊，这其实过去发展差不多50-60吨，我最近做趣味做看一个人的，我拄甲审查伊要。伊某一个国家，伊要审查要升做教授，啊，迄人是做 Happy Rocket 做名，啊，伊就讲为什么？我咧讲的这混合式就是啥？你的燃料伊其实是是沙粒，譬如讲是塑胶啊像呢，吼，啊，伊原料其实甲咱的轮胎胎的接近，当然是无啥共。塑胶会使，你的喷射桶迄种嘛是会使。迄个像喷射桶是叫做 Low Density P、LDP， 啊，有种叫 HDP。哦，这台湾拢做厉害，台湾的塑胶的迄个射出来拢五定做厉害。啊，另外是伊的燃料氧化剂吼，其实你读过各种的化学，你嘛知影一定要有即个燃料甲氧化剂混合，你才会使。啊，因为这是用 liquid， 所以你会当用瓦楞布来控制伊的流量，所以伊有这个好处。但是普通时啊，你这是塑胶，我倒实验室咧算拢无要紧。我其实以后上惊就是老师啊爆炸。我都惊死，半暝也困袂去。啊，好在这个物件哦，这像你塑胶你摕起上嘛无要紧。我甚至通到遮设一个引擎的这个 assembly 的所在，到遮就使做安全。你到发射地时阵，你才去 remote 去灌这个 oxide， 所以非常安全。啊，但是你头前嘛看影片，伊爆炸时阵其实哦，你若甲沙粒瓦去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吼，因领我囝尔还无啥吼，所以这做安全。所以美国伊甲这个 Hyperocket。用这 TNT 等的，迄阵因25吨前，因先去 NASA 有一站啊开10吨咧做 Happy Rocket， 啊尾啊有一间公司等下我来看，伊迄叫做M-Rock， 等下看，迄个头家哦做到尾啊心脏病发作翘伊啊，等下你看影片。伊这是安那，伊甲迄个 Happy Rocket 搬去国会，伊要游说迄个国会 Congressman， 啊拜托点火看，因惊到要死，遮尔安全，因才摕到钱的，吼。啊！我咧看者，即个物件为什么安全？你看者吼，照一个影片，这是即间公司搁美国搁存在，叫 Sierra Nevada Corporation 哦。伊在证明即个，因想要用 Happy Rocket 的技术载人去太空。这是阿波罗时代的物件吼，这差不多60吨，50吨前，这是 liquid engine 吼。一般人对于火箭印象就是安尼啊，就是爆炸足恐怖。啊，这泰坦，这 Solid Rocket Motor 哦。这固态燃料，这地面的 test hot fire， 这几条山头，这台湾全部这种所在。伫中科院因咧做拢是山内啊，都乌崩坑啊，迄个对。这我唔敢算这啊，哦，这算的我还得了。佮怪这是嘛是 liquid， 伊是想要带海星是啊 ，liquid engine 哦。啊怪这是 M-Rock， 我讲迄个，伊一个 Happy Rocket 1989的时候要试飞，这差不多2公尺直径。哦，迄天温度伤低，啊有一个点火物件点无好，结果陈副校长来顶管伊跳来个会负的，你看，伊在咧烧树泥尔，等他想但我正该讨论咧烧轮胎共款，伊被爆炸，吼，所以做安全的，算做安全，安尼尔。结果伊甲伊，你像迄个你规甲沙哩，伊若发射失败，上严重个啥？你规个弄取的 facility。4、5个规拢爆炸去，伊这了一个4000块美金，伊就是火箭要发射，体力无够，伊要夹掉啊，其他拢无代志，因为着烧尔嘛，伊
explosion， 所以相对来讲做安全。吼，啊，我哋后才加说，所以基本上，我迄阵啊，这个物件好在就是因为过去对阿波罗时代，Russia 甲美国啊，佮德国因发展，因甲 liquid engine 甲 Cyrocket 做到一个程度，啊，对每一个国家来讲，伊已经 serve 因的 space program 的目的，所以因做伙钱，这是做太空是足了钱的，所以这个物件我拢无发展的空间。啊，拄主是因为这 internet 进步，啊，差不多20当前开始，10几当前开始。一寡大学的教授，全世界足侪，日本、德国嘛有，我像台湾、美国，发觉这个物件足安全，所以你 campus 做老师拢困会去，免惊遐复杂的代志。其实我是毋是复杂过一届，我听半当但是毋是花钱的代志。哦啊，所以我觉这个物件伊个安全，啊伊 performance 个比固态较好，比固态啊比你较差，所以这个物件足适合台，啊，可当做推力个控制。啊，我为什么做这哦？这是我看着，你到尾做到尾，你就听到你做的物件到底会当卖钱未？会当趁钱未？你总袂当叫你的少年家啊，规世人拢为着热情啊，腹肚无饭通食，这嘛无啥对。所以我到一个坎站，我就爱去想这个代志吼。但太空科技其实是这其实是伊的歹处，其实嘛是好处。但过去几十当呢，这几个国家伊拢甲技术插掉，因为这有牵涉到伊的经济、国家啊个政治现实啊吼，啊个有因为安尼，所以拢甲当做战略科技，吼，战略科技意思啥？伊袂当互你 export， 阮叫做 ITA， 叫做 export license control， 出口的这个关税。所以美国你较侪时间买伊袂瘾卖你，因为嘿，啊所以这个物件伊的流传就无像这个像 WiFi 还是网通这个物件，全世界足紧的，几乎无秘密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佫一个伊上重要就是，伊看不管是卫星还是火箭，其实拢是 multi-discipline 跨领域。我跟有学生啊问我，吴老师，我若想要做火箭，我应该读啥？其实你规个工学院读个拢会当用，参托福嘛爱用着。这弄起的分析是足复杂的，哦，啊佫像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是爱高温 high temperature material， 更 ceramic， 啊佫爱 insulation 哦，这种做复杂的物件，所以足看 multi-discipline， 规个工拢属于啊佫军民通用，啊佫有伊的附加价值足悬的吼。你白一台 computer， 你若 flight computer， 卫星咧用的，一粒可能3000万台票，啊你涂骹咧用的10000块，所以你若做太空工业，其实对即个环境的耗损吼，其实伊较低，啊佫有你做的较 advanced research 拢用得着，哦啊你若做迄个菜市仔货吼，你就无采工吼，啊佫有入去的 barrier 足悬的，所以通常即种拢是国家咧支持，但是过去5到10档，因为美国尤其是即个 Space Elon Musk 即个小人吼，伊都甲即个 privatization 冲出来，吼，我无简单，啊叫我简单讲这规个全世界背景，就讲即个物件吼，全世界即马卫星有卫星的国家，无一定是家己发射。即马已经到要80个国家啊！吼，这是到去年的资料，愈来愈多。尤其离即个1992年吼，美国甲苏联的即个冷战结束了，伊只成长的速度差不多变3倍。吼，啊，怪这全世界这太空产业，即个到这边全世界这是美金哦，差不多2000几亿、2700亿美金。所以全世界差不多接近要10亿个10条一档吼。啊，伊足济，其实一个。伊卫星其实无介，卫星加加差不多7、8千亿台票吼，无介济。原因是其实上重要是即个，你这卫星若无这弄去，啊，较早你定听到就是定会爆炸，啊，佮有你若佮等于5当前，其实你要久啊，较会听到一个有关于太空的卫星还是火箭的消息。但是即摆呢，你若小可较注意的，差不多逐礼拜拢会听到这种代志。啊，即摆全世界的卫星差不多有1500粒，这是到去年底的资料吼。这今年发布，去年底资料，差不多60%是通讯 communication， 所以你用的手机啊，甲外国通讯，这其实拢直接关系。啊，佮有差不多影像，差不多10%到20%，啊，当然一寡军事应用的啦，一寡科学应用吼。啊，即摆产业变了，即摆投资拄我讲的，伊对10当前开始，你看得出来，这一直冲起。哦，啊，佮一个伫太空投资，这是个是Wall Street Journal 去年发表的，伊即摆咧 promote 一个叫做CubeSat 方块卫星，哦，像成大新台这个庄志兴老师伊这个 team，伊的
CubeSat 已经去年有一个全世界一个 program 叫 QB50 已经大，即摆伊顶悬咧飞啊，啊，计会当收到新的，这已经大学老师做安尼已经是不简单啊。哦，所以这 CubeSat 这个市场足大，因为伊做一个放轨卫星，伊一个放轨是10公分10公分，啊，一般来讲差不多3个 unit， 差不多5公斤底部，你就会当有一定的功能。啊，因为电子业的进步，啊，伊愈来愈 compact， 所以呢，伊一粒你若做量产，哦，无足夸张，可能免几百万啊就有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陈副校长伊退休了，伊做好起有3000万，啊，想要做家己，我请人写10粒3000万，啊，伊要创啥我毋知吼。啊，但是伊就是，所以变成讲较早，这个变 personal 的 satellite， 这个时代有可能来临，10当啊有可能来临。较早是无可能，较早拢迄种国家还是大公司，伊才有可能去拍 satellite。但是即摆伊有一个概念，我等下讲是迄个线嘛。啊，比如伊的应，我即摆去讲应用，一个就是拄则讲即个太空tourist，space tourist。即摆有一间公司真积极叫 Virgin Galactic， 伊其实即个做好个，即个是做名，啊，即个是好个人，吼。中手头2000个这英国人吼，啊，伫美国，伊创一间公司叫做Spaceship Two， 啊，伊一张票是25万美金，即摆已经有900几个人咧排。我听伊讲台湾有10个人咧排啊，第一个是台中某一个人吼，尾后牵手叫我莫白讲，我听着啊，我心早着是伊差不多有10个，台湾已经有10个人咧排啊。啊，这伊去哩，伊是安尼，伊家用做一台特殊的无人机吊到15公里，15公里还个平流层嘛。你即摆坐无人机，若去美国向东差不多会当飞到12公里附近，吼。啊，伊平流层的时候，伊甲无人机即台叫 Space Two 放来，啊放来了伊看点火，冲差不多100秒，啊飞到到100公里。啊，伊落来的时候，伊这规个拢是 carbon fiber 碳纤。啊，但我讲，其实台湾的碳纤做厉害，有一间公司做厉害。诶，我即几档才学出来。伊只碳纤伊买落来时，伊无用 parachute， 伊甲像咱鸟啊咧 gliding 共款，伊用石啊，伊改变伊的迄个 angle take 安怎 sliding 是 airport， 嘿，所以伊是用安尼去。啊，结果伊用的技术是啥 ？Exactly 就是 hybrid rocket， 就是混合式火箭，伊用笑气啊去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去一届当载6个人，啊，这6个人一张票700，所以飞一届去落来10分钟尔，就4500万。啊，这种好野人惊死啊！这2当前发生一件代志，我去12月，伊咧做 test 去点去，啊，结果无说伊有2个驾驶嘛，一个驾驶但是安那因安全措施做无好，去甲试落，就是咧石啊变，啊变，因为迄个所在伊拄要传3呢，就是马赫数拄1点几，啊，佮无介悬，迄空气的这个阻力足大个，石啊逼者转去了，伊的管路无去。叫做看尾安怎一个戆去嘛，伊摔个足大，啊一个伊搁跳下，对20几公里跳落来，啊搁活起来，这是人类历史吼。伫太空内底，伫顶悬出代志，搁有人一个翘呀，一个活的。啊，你看伊内华达遐迄个沙漠吼，伊落落来，你通去 Google， 伊迄个即个物件的尸体吼，太空船搁 whole piece， 一般是嘣伊袂爆炸，所以这伊人的是。较早报纸遐讲，别人的失败就是咱的成功啊，就是安尼。你证明讲伊做安全，所以竟然阁有一个活起，啊，规个物件无爆炸，这就是伊的好处吼。啊，搁一个足重要，这甲台湾这我叫做 Emerging 的 Earth Observation， 讲啊直接就是甲卡梅拉本来摕去 UAV 翕对无？啊，即摆搁摕较悬，过600公里去翕。像台湾，这对台湾的 Space Program 的，像我讲一个福卫2号，这是2当前。Face out， 伊本来任务是5档，伊尾仔差不多13档。即个吼，伊迄阵较早伊的解析度是2米，伊一工会当通过到2届，啊，因为暗时迄届无算，暗时啊，伊这是迄个可见光的，所以伊大致是当一工会翕一届。伊的解析度，即个对台湾是物超所值，就是讲吼，俗个大哇。即摆台湾为什么通做福卫5号？5号就是去年嘛发射的，啊，不管伊安怎吼，莫讲啦吼。报纸报济嘛吼，其实台湾即摆其实无简单，就是讲一般卫星分做一个是 bus， 就咱上一台 bus， 啊顶悬爱载人嘛吼。咱要做实验要翕项目，还是讲要做通讯，迄就是咱去坐 bus 的人。但是要做迄只 bus， 其实就无简单啊。台湾即摆做 bus 的能力算做到400-500公里、500公里，这台湾算厉害，算会使啊。经过这操练，啊为什么通做这？其实喏，迄阵甲法国人是14当前合作的时阵。甲法国人合作哦，
像伊这吼，这一粒是差不多38亿，发射8亿，总共要50亿，吼。啊，伊对台湾，包括除了一般民生以外，其实贡献上大个国防外交，吼，这贡献足大。啊，佮这 Flag One 这是，就我讲的 CubeSat 3粒，啊，伊要翕相，伊的解析度是差不多4米外，伊要拍100几粒，啊，伊关头就是伫国际太空站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， 啊，伊咧送货要去的时阵，啊，拜托。一届早10粒啊20粒，啊拜托遐太空人吼，啊中昼时啊，上老师咧下鱼啊，困袂去对无？啊去甲弹出去安尼，这真诶哦，已经弹过60粒啊，伊想要用100几粒，伊这一工会当通过头8届，等于头3点钟2点钟就一届，啊伊要创啥？伊会当14公尺，有一个最好应用就是我叫做 Financial Trading Intelligence， 就是讲财务交易情报，这什么物件？譬如讲。你美国做者咧卖哈威啊，譬如讲像大润发，美国上啥迄个 Kmart， 迄足大哦，伊迄一档坑营业额啊，几6000亿台票。啊，即马这老师伊若讲伊手头1亿美金想要投资，啊，但是伊看伊迄公开上市的公司嘛，你看伊的财报吼，你知影财报拢会当马杀住的吼。比如我一个月要收的钱，我著囥做后个月，啊，互伊的这成长率吼，你莫讲一个月趁足济，拢落落去，迄股票受影响。啊！伊要投资，伊看伊这好嘢人，伊知影这看这财报拢后低后降吼，这先低先降这毋是，所以伊毋敢投资，爱找我讲，吴老师，我假设有100粒这个位置，你甲我去甲看卖者吼，甲我研究者看伊是安怎生意好啊歹，啊要安怎看？我翕伊个啥？停车场，因为美国迄种伊规台湾Howard Store 吼，伊生意好歹，你甲我看伊停车场哦，pattern，image pattern 你就知啊。啊，这是正讲，你得要有太空科，掌握太空科技动态的 big data。啊，你做份，你可以翕1个月、2个月，你就知影伊这1、2个月伊的比值是好啊歹，这拢袂假一个。啊，这个投资会做精准的，所以这叫做financial trading intelligence。恁老爸母若做囝，你得爱紧来投资这种行业哦。啊，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我讲的通讯哦，通讯你看的时候，等下我会小可讲。这是 Financial Times 差不多2档前因发布的，有一个叫 Satellite Wars， 有足侪公司其实拢咧做 WiFi， 还是一寡莫名其妙的公司，奇怪拢讲伊要拍新棍，要拍几60粒、几100粒，原因是啥？通讯的关系。啊，这个 Space 这个伊隆木水一个路笑，我写毋对意思。去年伊2月真正去啊美国的 FAA， 美国 FAA 就是咧准一寡太空啊、航太的一个，像咱台湾的民航局就对啦。但是包括迄个 Space。伊甲申请要拍4400粒，每一粒差不多200-300公斤，差不多700-800公里，要甲全世界甲扛起来。不同啊，以后就是变 Internet， 就是讲，伊变成我伫圣母峰，我伫印度，我伫新台遮，哦，你只要无去遮蔽着吼，你其实全部拢能互联。就是讲以后伊的 Internet 其实透过这个，这足恐怖的代志，这若开了，这可伊这样小人伊真正会做。伊 maybe 10档做搞了，以后变成这上惊是中国共产党，因就免翻墙啊！因为你无可能用一个金钟罩、金钟罩甲规个中国甲扛起来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共产党上惊这啊，伊变成讲以后一人加这念。啊，当然伊有一寡通讯的问题，伊当然伊有一寡评估，但是伊发射的能力是有够的。嘿，所以这个物件这若真正做起来是改变人类历史。啊，像 Facebook， 啊，这是在迄个 Airbus 咧做武器。伊要拍900粒，伊就是要类似这种代志。所以以后这个10档哦，恁这代应该绝对等得到，我应该嘛等得到啦吼。啊，还有一个这其实我这个物件，其实我讲台湾有可能当做的，叫做 Very Low Earth Orbit。一般咱的Low Earth Orbit， 你无讲，有人讲是300到2000，有讲300到1000啦吼。啊 ，Very Low Earth Orbit 100到300，你发觉所有全世界卫星无了300公里以下，大部分拢400。国际太空站 ISS 国际太空站哦，伊差不多是35到400飘。为什么飘呢？因为伊惊去互物件跌掉。其实太空内底有一寡 debris， 一寡迄个吹气的吼，所以你遐飘来飘去，这个所在为什么无呢？第一，伊的空气的，佮有一点仔空气。你像迄个1957年，有毋是迄个 Sputnik， 所毋是拍一粒气，伊是100公里嘛，美国人惊着。大家有看过迄个 October Sky 嘛吼？10月的天空哦，10月天空，迄个就是咧讲迄个故事嘛。伊去了差不多2-3天就落下来。为什么？100公里其实虽然 almost vacuum，
只有是真空，但是伊其实嘛是有一种空气。你咧洗两三下，伊有助力，有助力速度变慢，你即个咧洗即个半径，伊就缩细，不要偏落来。但即个所在袂安用，为什么要用呢？我举一个咧吼，像福卫2号福摩沙2，伊有啥物遐贵？伊拍哩950几公里，伊个镜头是60公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你看人迄种迄个运动记者有个炮筒，你看拢足大气，一支拢20-30万。为什么？你若物件愈远对无？你压接愈远，你会需要光圈爱大，你的迄个对比啥，你的 optical 翕起来 image quality 才会好嘛。所以你1000公里翕来，所以伊个镜头足大。台湾的科医中心啊，医科中心，医科伊其实有能力做到40公分，伊会当度搁磨，就是讲伊更爱度120顶迄种做者 anti-reflection 的迄个 thin film 做薄的迄种膜啊。但是伊度的时阵，每一个所在拢爱平高，伊足无好度的。所以台湾人另外60公分，遮大粒，所以伊规粒的啥，伊的胃切足大的，差不多700-800公斤。你若救爱200公里，你知影伊即个炮伊收到 image 翕着了，因为伊爱大，所以镜头爱大，transmission power to ground station 迄个到地面嘛爱大，所以成本就规个拢降起。你若来到200公里。咱知影炮甲迄个物件，差不多甲你距离的平方千反比，所以假设你1000公里到200，伊差5倍，5个平方是25，所以你的炮会当减差不多20-30倍。你的镜头你差不多用15公分，你就共款的到2米的解析度。这个物件是啥？这15公分的镜头，这台湾足侪，这个 optical 的这公司拢有当做啊，所以变成这个物件变成足俗的。所以我本来拍40亿的Formosa 2，我可能能拍40到1亿。你比星群吼，你一工的载访，你可能半点钟、1点钟就一届。所以这变成伊的应用足恐怖。而且你也歹去，你某一粒歹，某2粒歹，我去补的成本足低。无你这一粒40亿，你发射的过程若翘去，虽然讲有保险，但是你会伫咧4档到5档，佮伊若出问题，你就翘去啊。所以这个物件观念一定伊而家推进。因为伊有空气的阻力，所以伊推进需要一寡无共的物件，比如用 plasma。因为我较早咧，我即摆其实搁咧做 plasma。其实我做较有名的毋是火箭，我即摆做火箭是社会责任啊。真诶我其实较有名是做 parallel computing， 做足大型的平行计算，包括电浆啦、细胞 CFD。另外一个是做 plasma。我是台湾迄个电浆科技协会的理事长，因为台湾的迄个半导体制程内底，所有半导体它70%爱用。plasma， 但是台湾这方面足弱的，足奇怪。OK 这种一个趋势就是讲，即摆就是做细粒，但是用规群的，打群架。你的 revisit 一工会当通过某一个所在的比率会增加足济。你若歹去，这个物件你要甲取代会计足简单吼。这我等下小我讲一寡其他物件。佮有即摆全世界咧做卫星的发射的这个 launch vehicle 伊的趋势哦，就这个吼。这个大只的，就是像即马发空9，也是中国的长征5号，伊一届要载，像发空9，伊即马有一个发空 heavy， 伊会当载64000公斤，64000公斤是几只拖拉机啊？我算袂晓算，64吨，64吨会当载3只拖拉机20吨去太空，袂落来。中国伊即马载差不多几千公斤，佫差一开。然后佫有一个是发展 reusable。像发空9已经真正做到，伊第一载个当飞转来。我等下坐影片互大家看。佮有一间叫 Blue Origin，Blue Origin 就是迄个 Jeff Bezos， 就是迄个啥亚马逊的头家。人个好个人，伊一档要摕300个台票，伊无计成本就300个要等，不会做好个啦。以前要来做呢，伊成本会当降低。第二个是较细粒的 launch vehicle， 这是阮即个团队久长的目标啦吼。因我感觉台湾